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真欢喜哦，真感谢主来咱大家分享当年台语圣经的时间。10几年来，我一直伫台语信仰的后山底追求人读书，搁爱读的圣经。2年前，姚成文牧师退休，甲我讲伊要甲巴克的地位之圣经的下文话改做咱的台语。阮两个人一拍即合，搁有赖英长长老出钱出力，出智慧，来支持这个时间。大明台语圣经协会是今年的11月成立。协会宗旨是研究甲出版有主体性做人学的台湾母语圣经论。台湾基督教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版的新约副诗篇箴言汉语版，就是国会摕到的一本吼。是用巴克的地位圣经做基础，甲其中的下文话改做咱普遍听的台语，就是培养经，就是将咱培养口。赖英祥长老建议由甲新学院的师生合作来继续来进行这个时间，所以要赠咱台湾正义180本，请大家读了后，请提供意见。5月24就是顶礼拜，伫双连教会有举办出版感恩礼拜，有个出版新约副诗篇箴言的地位2版，关注地位2的。我阁计划伫今年的10月24，就是咱台湾基督教会设教150周年纪念的活动中间的教会日，以前要出版新旧约全书的汉语版。若是咱台湾咱台神有要配合全面台语圣经的时间，阮会赠赠每年的新鲜一本新旧约全书的汉语版。通互伊伫台神的这个期间，会当台语圣经来帮助伊的台语。愿上帝祝福纪念每一人所做的工，加添祝福，多谢，很谢谢。